各位家長好，歡迎嚟到 Tiny Speakers。呢個課程係旨在提升幼兒嘅聽說能力，增加佢哋嘅詞彙量，並且學識唔同嘅英文短句。喺呢個課程裏面，小朋友會參加唔同有趣嘅活動，並且會學識同埋遵從唔同簡單嘅英文指令嘅。呢個課程分為3個學期。喺每一節課上面，老師會讀一本故事書同埋複習3個詞彙。我哋每堂課會進行分享活動 （sharing speech）， 去建立佢哋用英文說話嘅自信心。課堂裏面設有故事時間 （story time）， 老師會運用音樂嚟講故事。學生會喺裏面學習唔同嘅詞彙、英文嘅短句同埋問句。喺故事時間裏面用音樂同埋道具，可以令到課堂更加生動有趣，俾小朋友愛上聽故事。接落嚟，學生會參加分享活動，輪流去展示一件嘅物件，例如一隻動物啦、一件玩具啦。每一次嘅分享會包含3個部分嘅，包括介紹、描述同埋結語嘅。最後，學生會透過詞彙鞏固活動嚟加深喺故事時間環節裏面所學嘅詞彙。老師主要會運用 flashcard、小遊戲或者有趣嘅活動，去溫習同埋鞏固課堂上學過嘅詞彙。學生喺呢個課程將會收到一本作業簿，呢個課程裏面係冇堂課嘅。為咗鞏固學習，建議家長利用作業簿裏面嘅溫習時間頁面，呢個頁面會列出嗰一堂嘅關鍵詞彙，喺屋企討論呢啲嘅詞彙係有助加強學生嘅記憶嘅。作業本裏面亦都包含1頁嘅功課，目標係俾小朋友同埋家長喺屋企再次練習物件嘅描述。記住，鼓勵同埋練習係會令到學習變得更加容易嘅。喺學期尾，我哋嘅老師將會提供一份嘅報告，內容涵蓋學生嘅整體語言能力、演說能力同埋社交情感技巧，以及佢哋喺課堂上面嘅分享表現。幼兒喺演說分享嘅時候覺得焦慮係好正常嘅，建立自信係需要時間嘅，鼓勵同埋練習亦都好重要。我哋係着重於提供一個正面積極嘅環境同埋機會，俾佢哋練習並且提升呢啲嘅技能。喺呢個階段，學習旅程本身同埋佢哋對全英文沉浸式課程嘅享受，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如果喺學期裏面你有任何嘅問題，可以隨時同我哋嘅職員或者老師溝通同聯絡嘅。